所观众朋友来看到这新闻，讲到日头请爷爷是虽然顾性命，讲到这沙乌地阿拉伯白家雕像，逐年拢有几落百万名信徒去遐。不过呢，这白家出现51度8高温，上无有550名信徒热死，数千人出现热伤害。另外，伫咧美国的中西部和东北部呢，也出现33度，超过7000万人受到高温警报，因也取消这户外活动啊。日头赤炎炎，朝圣者西接天房虔诚来进行宗教仪式。伫沙烏地阿拉伯聖城麦加舉行的朝聖活動是伊斯蘭教年度聖事，也過近年來氣候變遷對活動影響是真大。沙國氣象中心講，本禮拜一麥加大清真寺四周圍的氣溫達到51.8度。根據阿拉伯外交官的講法，在這7天活動中，至少有550名朝聖者熱死。當局也證實，超過2000人正在接受治療。The weather is extremely hot, and even before pilgrims arrive, we started our campaign by educating everyone about how to protect themselves, how to use umbrellas, how to keep themselves hydrated. 沙国顶个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举行朝圣仪式的所在，气温每10年升高0.4度。尽管安尼，今年麦加的朝圣活动依然是吸引超过780万人参加，绝大多数是来自世界各国的朝圣者。另外，极端的高温也侵袭美国中西部甲东北部。十八包含芝加哥、俄亥俄州等真侪所在超过33度，户外活动拢来取消，影响将近7700万人。美国国家气象局讲，一摆接落来天气至少持续到这礼拜5。纽约州市同时面临极端的湿度，空气品质受到影响，已经先来启动臭氧警报。So when you do get a heat wave, what it does to the atmosphere is it makes the air expand. So when the air expands, it creates a dome. So very intense heat wave conditions are going to extend over 1,000 miles away from the center of that heat dome, all the way here to the Midwest. 像寒协调的这么热效应是造成欧洲甲北美洲地区烧热高温的主要原因。气候变迁和这么热天气所当更加慢，延长这个影响时间甲范围。因来长期拄着可怕的新墨西哥州，本礼拜一南部地区2站野火快速来炭烧，烧掉超过500栋建筑物，几2000名民众早离开家园。就该州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州长也请求国家支援。讲是新闻，杨干编译。